高雄主管蚵仔寮有一间庙，昨透早发生抢案，现场尚无找到10粒胫子壳，怀疑是诈骗集团内部小达，互相掠人开抢。其中2个人着穿家己去病院，那庙公嘛真无辜去互弹着，手骨、腹肚拢着伤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已经锁定6台车，预估涉案的超过13个人。载4名查甫人的车为高雄莲仔区往子馆方向行，到尾停伫蚵仔寮渔港边仔这间公庙。礼拜透早，大队警力来到现场，监察人员积极采证。不过，警方到位进前已经有听到10外声庆声，民众真惊吓，想讲发生战争。我徛过俩庆子就前日就乌白开庙，头前还有4个查甫的，嘛有人缀着走。原来是诈骗集团本钱超袂平，好亲像有200万的纠纷。高照4名的查甫人伫舞厅叫掠去，虽联络2个朋友来救援，双方到公庙时阵，煞有人开枪扫射，伊2个朋友的骹只手拢着枪，家己入医。公庙的庙公原来去互枪子弹着，腹肚甲手着枪，好甲再无性命危险。锁定了6部车辆，那10多人。见识之后呢，再还要比对我们。之后呢，会查缉到相关的枪械，这部分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。离公庙200公尺远的民家塔门原来有枪支坑，光头白日遮侪枪声，互附近的人踹一个。警方表示，现场有10个枪支坑，初步估计涉案的人员超过13人。案发8点前后，掠到涉嫌主导掠人的4、5主嫌。除了查清楚案情，掠其他的涉案人，原来同齐侦办，牵涉到不法的诈骗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